嗱，你團建節講出家地車咧嘅簽人數3天5節，讓人講到一條心相信上帝，唔冇遲錯，一家當下嘅聰明，但係呢，因為一家當下嘅聰明，一家當下嘅強，一家當下嘅能力有限制，所以呢個建節教把一家一條心。簽下相信上帝，但係呢，因為這個行嘅事件唔係容易嘅事件，係講這個一條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佢嘅路途一天帶是個得勝嘅路，即係有人所以是個一條心嚟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，一天嘅帶是個係對嘅路。簽人數3天6節，有人講到嘅，信任一切。一家嘅行同在上帝嘅裏面，意思乜嘅？一家嘅行同當中，要上帝合意嚟，係上帝合意一家嘅行同，就一嘅法理行嚟講，佢為密切嘅路途俾大家行，意思嚟講，佢大家係切嘅路，佢大家係簡單嘅路，即係讓人一家一條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一條心嚟相信上帝，佢一天大家係切路，但係對嘅路，對嘅路一天即個特一嘅福氣，要嘅福氣，即個一天要快樂，要平安，行呢個日子，嗱，即係讓自家係簽上帝，一條心相信嘅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